第26日，能力之夜。創天造地嘅主，唯有你先至係能力之源，就係滿有憐憫同慈愛嘅能力。當穆斯林佢哋喺能力之夜呢一日一心禱告要尋求真主嘅時候，主耶穌，求你親自向佢哋顯明，你就係奉父差嚟要賜世人生命同平安嘅嗰位。求聖靈賜下更新同改變，除去穆斯林心中伊斯蘭教嘅帕子，開啟佢哋嘅心眼，叫穆斯林喺能力之夜呢一日得見主耶穌嘅真實，叫佢哋信耶穌，你就係基督，係神嘅兒子，因奉主耶穌之名能夠得以拯救，重擔得以卸下，過犯得以赦免，進入永恆盼望嘅國度。我哋嘅禱告係奉救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